汉涛来话，地你的地啥？他妈地屎啊地！哎，花鼠啊，讲啊，姑鸟气，你上了不等呢？你这个人是什么心态啊？你个哦，花艺好看呢，我这老师真厉害，真老，我嘛想要唱一个。我的。嗨，阿嬷，哈，你真久无做运动啊呢？今仔日有想要来做运动无？好啊，我听你哦，我跟你讲哦，我这阵啊拢有咧练哦。是安尼哦，好啊，咱就来看卖你最近练了安怎？等小等一下，我先准备。阿嬷你好啊未？好啊，你确定哦？我确定。准备开始哦。好，来。阿嬷你是有确定无？你到底是要我做，就要我做啦。健康的代志，用铁齿讲吼，咱身体健康才是上重要。对。不管是男女朋友，还是讲后尾要行，咱来开始哦。好来。有影呢，今日要做卡，好在条行咧。好，啊，你今日咱就想看卖，来练一下骹，在今日要来操ขา腿就对了。哎，操骹腿。好，是要讲咱汉涛来话，来好好来练咱的骹力。好，我来做一个场地吼。对呀。哦呀，呀好，来哦，边落就落啊。准备起。哈？你甲阿妈创地啊？阿妈，你甲阿妈是什么地？地你的地啥？他妈地屎啊地！来去望看卖。好，咁要望啊呀！来开始。哎呦，这个。卖伤激动。哎呦，你。哎呦。哦，这算简单啦，你蒙就蒙出来。哭泣，你怎么是咧讲英语哦？你讲的是一种包包呀，有咧卖迄个。哎，花鼠啊，讲啊。姑鸟气，姑娘气，姑气，骨气。哦，确定。确定。姑气哦。假讲咧讲明白。是不是？哦，我嘛真爱这个白煮呢。哎，但是迄花鼠的台语是要怎讲啊？哦，阿嬷，你家己看电视啦。哎呦，我就知影你要讲这个。我听就是台语的配音员。哦，配音员我是遮小朋友来啊。哇，你足有戏的呢。哦，这查某囡仔真水呢，足古锥的呢。金属。先用恐怖的，较用古锥的。试看卖下子，安尼哦，你我要配音呀。你要高锥的。高锥好，安尼你看头前，啊讲非常了不起，欢喜讲台语，好来。哦，听看卖，听看卖。非常了不起，欢喜讲台语。哦，高锥。好，啊即马水。好来，开始。非常了不起，欢喜讲台语。哎，我发现恁节目吼有真侪囡仔足有天分的呢。你看这个查某囡仔，佫会晓家己配音，啊，佫配甲遮尔好，真正有够厉害。无阿嬷，你用口条讲，非常了不起，欢喜讲台语，互咱听看卖啦。非常了不等呢，当这节目遮尔欢喜，你叫我用口条啊？你这个人是什么心态啊？你个。歌语就是爱歌，就是爱歌。歌一定要练得好。哦，唱歌戏啊！哦，歌戏好看呢，我这老师真厉害，真好唱。我嘛想要唱一个。好厉害，弹钢呢？越听。系啊，拉无唱袂离啊，无咱继续来看节目好啊啦。R&B 的感觉。好，都是这出好看。孤单啊！哎呦，今年你袂使啦！啊，那走去外口呢？我别讲。找人伫外口。哎，花是要创啥哈？哎呦，安尼黑白母，伊某遮水呢？系啊，发现啊，系啊，无彩。哎呦，迄鞋啊做甲好好，迄少年啊走去外口掠黑白母啊。剧真好看，就伫咧遮，无一直做，也是啥人要看。对啦，嘛是有道理。啊，这礼拜是到遮，到遮尔。哎呦，要神哦，滚哪行来？滚哪行？搁到遮尔。阿妈，你上介意的迄个歌戏的明星有
讲？陈雅兰嘛，对不对？陈亚兰哦，杨丽花嘛，对不对？遐有会，有啊，就去现场甲伊看过无？无呢，无喺追星哦，无咧，大概伊早伤红啊，出来时阵哦，有年拢是人。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。嘿啊，伤济人啊，会死呢。安尼小客啊，安尼就恐怖，你知无？